屏东恒春的人口连续2年无超过3万，目前是剩2万8尔。为着要请民众来恒春入户口，今年开始地方放令台电回归地方福利金的对象，只要户口入恒春满3档，每半年就会使领到现金900块。 115年新年一开始，屏东恒春镇民就收到公所的礼物。对初一起，只要户口设伫恒春满3年的镇民，每半年就会当领到一条900块的福利金。公所表示，台电回馈给地方运用的生活福利金，因过要求爱103年进前，甲户口设伫恒春的人才有资格领。这阵标准放令，就是5万会当抢救恒春年年减少的人口数。 人口都少，一直减少，一直减少所以他们说哦，感觉我住在恒春也没有用啊。 全是最好的了。以前是一定要设籍在103自己有设籍的，我们才有拨这个福利金。那目前就是增加，满3年进来，我们就会拨给他。 这几档因为观光发展，恒春的外来人口变多，但是在地少年人煞走了，佮加上少子化，恒春这阵的人口敢若剩2万8千外，甲10年前比起来差超过2000人。即摆听到毋拿台电的福利金门槛放令，户口设3年，满65岁时代加领一条1000块的中用礼金，未手可能佮有注册钱的补助，互不少民众拢真肯定。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好，可以把在地的年轻人留在恒春扎根。 这样才不会年轻人都往外跑。补小补啊，也是能补贴。如果能够再有其他的补助方案的话，可以就会更有吸引力这样。 半年900，一年1,800福利金其实无介济，不过在地民众认为这是一种认同感。公所讲，虽然标准放定要增加300多万的预算支出，毋望透过福利的提升，会当有更较侪新恒春人做回来为这块土地打拼。记者柯秉哲、柯家族、柯昭阳，屏东采访报道。